昨投票嘛进行18岁公民权的修宪复决公投，结果敢若摕到564万外张同意票，无通过。民团表示，接落来可能阁继续透过宪法诉讼，也是修改选罢法，甚至阁再提出一摆修宪复决公投，继续来推动。 今日去青年民主协会办公室，壁顶是18岁公民权修宪的标记，桌顶是还未发掉的宣传单甲开线。8、9个月前提头到11月日六个公民复决，结果是无通过。就这民众伊个未有法来了解这议题，所以讲网络顶悬有足侪是毋是正确的，这讲。 比如讲，18岁当来选总统等等的这一些资讯，那其实人民其实对宪法也是无了解。这届复决同意票干那564万票，离通过搁差别400万票，整体投票率无到6成，互复决通过搁较困难。这个结果看伫已经为着18岁公民权拍拼足久的高中生眼内，嘛是真艰苦。当然啦，我们就是辛苦了8个月，然后看到只有这样的结果，还是昨天还是大哭一场啊，对啊。考取了后，多位开表示，嘛会继续伫菜市仔宣传，甲欠的迄400万票甲救过来。另外有学者表示，这届复决结果其实是受到选举真大的影响。出来投的人，足侪感觉是足侪人都想要修理民进党，所以呢投出来结果，足侪人出来投，但是投无同意，所以有同意比无同意差1点仔尔。 亲民协表示，未来可能会透过拍宪法官司来继续诉求18岁公民权修宪，嘛呼吁立委既然有共识，就要负起责任提释宪。不过吴柏宪是认为，若民众即阵拢拒绝这个提案，立法院甲司法院嘛真二违背人民的意见。记者林书豪、陈报道台北报道。